谢谢大家今天来到拾荒者的演唱会现场，感谢大家能够陪我度过一个这样奇妙的夜晚，也很感谢天公作美，没有下雨。明天是我的生日，明天也是母亲节，非常感谢我的母亲，我觉得是妈妈把她的心中的火焰传递到了我的心中，我也希望把我心中的火焰传递给你们。